而家咧就係星期四嘅下晝12:30，我而家咧就喺個灣仔盧押道轉咗入呢個謝斐道。嗱，前面呢座粉紅色嘅大廈地下間咖啡店呢，就係我哋目標啦。佢喺港島區呢都有4間分店，分別喺中環、跑馬地同埋炮台山。而佢左手邊嗰間百樂餐廳呢，就喺2018年以2700萬買返嚟，右手邊嗰半間酒吧呢，就喺2007年以1438萬買入。呢間叫做 Coffee Lane 嘅咖啡餐廳呢，我見佢網上嘅食評呢都幾好嘅。而家呢，佢就加緊5萬蚊租金，咁佢由2021年開始租用。到而家呢，已經行咗第3條租約㗎啦。係啦，你去筲箕灣東大街買間鋪都要1300、1500萬啦。而家呢間連鎖咖啡店呢，1500萬就買到返嚟啦。有啲咩查詢或者想放盤呢，就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Gary Tong。